第一集，點解香港會變成一個高密度城市？你第一次嚟香港，好可能會覺得點解咁多人、咁多高樓？其實香港成為高密度城市唔係偶然，而係環境同歷史一齊推成。第一個原因係土地限制。香港有好大部分土地係山、斜坡同郊野公園，真正適合起樓嘅平地其實唔多。當人口持續增加，但土地供應有限，城市就只可以向上發展，起高樓，形成高密度生活。第二個原因係人口集中。香港嘅工作機會主要集中喺幾個核心地區，例如港島北、九龍半島同部分新界市中心。為咗縮短返工時間，好多人都選擇住近呢啲地方，令人口更加集中。第三個原因係公共交通發達。因為有地鐵、巴士、小巴同電車，高密度先可以運作。如果冇高效率交通系統，人住得咁密，其實根本行唔通。香港選擇咗用密集交通去支撐密集居住。高密度生活有好有唔好，好處係方便，去邊都快，資源集中；壞處就係空間細、人多，生活壓力大。但正正因為呢種密集，香港先發展出獨特嘅城市節奏同生活方式。你覺得高密度城市係優點定缺點？留言分享你嘅感受。